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Michael Turner 讲，这罗西亚是当咧发展反卫星武器，要用核武器拍美国卫星，这就引起大众讨论。未来这战争的趋势会走向太空战，卫星就是上重要的关键。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发言人科比讲，这反卫星武器唔但破坏卫星，可能佫会伤害到太空人。讲罗西亚发展这款能力是真使人不安。不过，伊嘛强调讲，现主事是袂随对人类有威胁。虽然美国白宫是证实罗西亚当咧发展太空武器，不过是无讲到这顶头到底敢有带核武器。也若是罗西亚迄边批评讲，这是美国恶意甲不实的指控。讲是美国为着军援乌克兰咧操作言论。根据法兰西电视新闻台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托纳伫当地时间10时发公文予众议院的同仁，并且邀请国安部门以秘密会议的形式说明，俄罗斯准备伫太空部署核武，攻击美国甲民国卫星这相关的情报，并且伫社群媒体以情报委员会官方口子向外界公开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几点钟了后，三大电视网之一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播出突发的新闻，讲这项重大的国安威胁甲俄罗斯有关系。各大媒体也随即来报道，结果是愈报愈大条。白宫甲众议议长不得不出面来说明。This is not an active capability that's been deployed. And though Russia's pursuit of this particular capability is troubling, there is no immediate threat to anyone's safety. Some details have leaked. There's lots of conjecture, but what we're permitted to say in an unclassified setting, it is that it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It does involve Russia. 由即阵美国拜登政府正伫设法要说服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阵营，用投票支持予乌克兰600亿美金的另外援助。已经表态支持法案的共和党籍议员托纳，伫这时阵放出消息，也引发这个外界联想。Congress needs to be engaged in support of the administration. I think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we all came away with a very strong impression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this very seriously, an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 plan in place. 随上1967年生效的外太空条约明文规定，不用伫太空部署核武。当时军事专家认为，要攻击卫星，亲像反飞弹系统的动力式弹头就真有够啊，无需要动用核武。包含法兰西电视新闻台、美国《纽约时报》甲今日俄罗斯这媒体，拢指出，麦克托纳伫支援乌克兰问题上，甲白宫同一电线，选伫这时间点放出这项消息，用意就是要互反对方面更加大压力，互600亿美金的援助乌克兰方案过关。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我来看中东迄边的战况，以色列军包围加沙南部一间大病院，昨攻入去，讲因是掠到军了10个恐怖分子，佮怀疑这病院内底是有人质的尸体。不过哈马斯是讲根本就无这款代志，当地医生佮指控以色列这场行动造成真济死伤。病院内面的天棚损害，灰涂骹拢是碎片加乱七八糟的物件，也佮一直清土粉。伫咧甲加沙南部上大纳赛尔病院围困几落天了后，以色列特种部队15发动攻击行动。伫过去几天，病院一直予以军轰炸，即马是更加直接攻入去病院内面。病院内面的医生甲工作人员拢讲正超过。اشتد القصف علينا وصل لعندنا القصف لأحد غرف المرضى تم استشهاد مريضين شخص مجهول الهوية 伊军讲，伫病院内面发现武器，也有哈马斯伫咧病院内面设置的指挥室、情报加新闻中心，也有警察局，同时也有掠到几落10位恐怖分子。因也相信病院内面可能有藏着人质的尸体。无国界医生组织讲，以军的攻击造成无法度统计死伤。有医生指讲，以色列的枪手声势想要逃离开病院的人。加沙卫生部表示，以军摧毁病院墙围啊、乌乱撞工，还佫冲入去火山口大楼所在。This sensitive operation was prepared with precision and is being conducted by IDF special forces who underwent specified training for this mission. A key objective, as defined by our military mission, is to ensure that the Nasser Hospital continues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reating Gazan patients.
不过以军并无对其他的指控做回应。哈马斯也否认讲病院内面藏另一个讲法。另外，以哈冲突也造成真侪记者被杀害。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协会15公布，2023年总共有99位记者被杀害，是2015年以来上最一年，比前一年增加要加44%。而且其中有77个人是伫咧以哈冲突中死亡。敢若是伫冲突前3个月记者死亡的人数，就高过2年来单一国家全年有害记者的人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北约暂时开国防部长会议，答应提供乌克兰100万架无人机，佮要伫咧波兰成立北约甲乌克兰的共同军事训练中心。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杭州的电视台伫咧新增连假是用 AI 主播代版报新闻，或者真人的主播会当回乡过年。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公布去年第4季的 GDP 是连续2季倒9，符合技术性经济衰退。英国央行可能会提早降利息。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欧洲飞机的制造大厂空中巴士，预计今年会交货800架飞机。订单是比去年增加10%破纪录，大赢波音公司。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 FBI 一个线民，伫咧2020年的时阵指控拜登爸仔囝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乌西钱，时阵确认是假消息，线民去互起诉。共和党若要甲拜登弹劾，嘛搁较困难。台湾顶个月选举结束了后，因为中国施压，搁失去一个邦交国。时阵以观光业为主的北流，因的总统是讲，中国答应要甲因所有的饭店订好满，佮答应逐年要投资2000万美金，声因甲台湾断交。咱的外交部是表示，咱了解这寡国家的经济压力，会继续甲因斗相共。Palau is open to tourism. We have many people visiting Palau to enjoy the sunshine. 进前专工来台湾推动观光，比如总统回溯人甲台湾的关系密切，嘛伫国际上几届公开发言挺台湾。不过最近回溯人写予美国参议员的一张配方公开，内底讲到中国已经向帛琉提议，讲要预定所有帛琉饭店的房间，嘛保证讲每一年投资2000万的美金，伫帛琉营运2英亩块远端的人客服务中心，要使帛琉甲台湾断交。帛琉等小岛国家面临中国经济胁迫的困境，台湾感同身受，并持续提供帛琉协助。台湾向来支持帛琉发展观光，建立经济韧性及永续发展的国家发展政策。回溯人会写配予美国的参议员，是因为美国甲3个太平洋岛国帛琉、密克罗尼西亚、加马绍尼群岛，伫去年年底签署恢复20年的自由联合协定 （COFA）。不过需要的70亿的美金资金，还阁卡伫国会。回溯人伫批内底强调讲，这份协定一旦无成效，就予中共甲帛琉一寡有甲中国做生意的政治人物有操作的空间。台湾跟美国可以透过帛琉这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中共会希望透过不管是观光啦，或者是经济援助的方式啦，破坏美国在印太这一边的一个战略。学者分析，中国这个运用经济手段僫台湾的邦交国，已经成功予所罗门、甲陆路、甲台湾断交。台湾伫南太平洋目前敢若剩3个友邦，帛琉11月份嘛举行大选，即马甲台湾的邦交，还阁有美中的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加做南太平洋岛国选举关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干涉侵犯新疆的人权，所以讲美国就拢利用新疆生产的物件。德国汽车制造商福斯是有几落款车用着新疆制造零件，即讲就有几落像这车调伫咧美国的海关袂当入去。另外，福斯嘛伫咧新疆起测试跑道，即嘛牵涉着强迫劳动。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几啊清代 Porsche、Bentley 甲奥迪通靠伫美国的港口，无法度进口去美国，因为某公司福斯汽车的一个供应商。采购中国西部生产的小型电子零件，可能违反美国2021年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报道指出，福斯原本唔知影，接到供应商的通知了后，随通报美国政府，甲交车的日期延到3月底，来甲这个零件换掉，而且发声明表示，因真严肃看待供应链当中侵犯人权的指控，若是证实有严重违规的行为，
可能会结束甲共影响的关系。德国商务日报顶一日报道，福斯汽车甲中国合作谈判，上海汽车集团合资伫新疆吐鲁番起的一条测试车路，可能涉及强迫劳动。福斯伫15表示，因并无发现这项计划有侵犯人权的证据，不过一定会调查任何新的发现的信息。目前嘛，当地甲上海汽车讨论未来伫新疆业务的方向。维权人士长期指控北京当局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甲穆斯林少数族群，包括强迫劳动甲再教育拘留营。不过中国拢驳回讲是造恶甲打压。德国化工的大公司巴斯夫发现中国合资公司的员工涉及侵犯维吾尔族的权益了后，这礼拜已经宣布撤资。德国政界嘛呼吁福斯应该伫咧办理。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泰国曼谷空气品质歹，将空气污染的指数超过标准15倍，是全世界第8严重的。所以讲政府就下令，这2天公务员伫厝办公，呼吁民众较莫出门。拜四曼谷的天顶暗，早起的日头煞变色阳，规座城市敢若无度精神。暗过为少早起起来做事的民众，已经因为精彩空气，感觉身体无爽快。รู้สึกตัวนี้มันคันตาฝุ่นมันเยอ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หายใจมันก็ไม่ค่อยสะดวกเท่าไหร่หายใจไม่ออกหายใจติดขัดไม่ค่อยดีรู้สึกไม่ดีเลยไม่ดีมากๆพูดง่ายๆ根据瑞士空气品质追踪网站 IQ Air 的数据，曼谷礼拜四有份垃圾空气 PM2.5 的浓度已经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达15倍，拜全球空气污染第8严重的城市。政府虽下令公务人员这2天伫厝的办公，同时呼吁民众减出门。คือเราก็หวาดระแวงเนาะว่าสุขภาพภายในเรา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ช่วงหลังมาเนี่ยพอเราเริ่มมาทำงานตามปกติแล้วโควิดอะไรลดลงแล้วก็泰国总理坦白承认，烧农作物废弃物是曼谷空气品质变差的主要原因。另外，有1/4的污染是车。为了减少烧物件，有关当局已经向农民提供相关的补贴，佮推出更较俗的电动车方案，同时限制燃油车。泰国立法部门嘛按算制定清洁空气法案，希望全面减少污染，互曼谷佮看到那天。公司新闻曾为民编译。咱来看边啊，一个影片，这款咬一个的生物看起来真神奇，有淡薄仔像鸟鱼，嘛真像骨架。这是伫咧日本沖縄湾古比岛海峡发现的海兽的新品种，大概敢若2公分长，白色的那像骨头的，其实是伊的血管；黑色的是伊的花草。不过为什么会生做安尼？科学家也咧研究。透明身躯白色的骨架，也有真像鸟形的面，这种身躯敢若2公分的海洋生物，最近这几年伫沖縄湾九尾岛海峡，互创作人发现了后，随伫网络顶真像，有人根据伊的外形叫伊鸟形白骨海兽。日本科学家这个月初正式发表研究，为伊号名，证实这种神秘的生物是海兽的生物种。骨に見える白い部分はこのホヤ類のエラの中に走る横に走ってる血管が白いんですけど、で黒い部分っていうのはパンダの顔の目と鼻みたいに見える部分がこう頭のところにつ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も，研究人员是讲，伫日本本来就有10种海兽品种，这种动物伫幼童的时阵是有尾，亲像会晓游泳的大龟啊，大只了后固定伫石头顶，身躯有一出一入2个水孔，靠过入海水中的细只生物来维生。鸟形白骨海兽经过科学家验面成分，可能会吸引更加侪游客来看。镜头换来到美国，北卡这个水族馆有一只母的航仔鱼，最近嘛变做全球热门的话题，原因是伊竟然有心啊！ But she's going to come by one more time, show you that nice little round poochie belly. 水族馆的业者是讲，去年9月因发现这只叫做夏绿蒂的母的航仔鱼身躯肿起来，想讲伊是生肿瘤还是破病，结果照超音波才知影讲伊有心啊！ Look, it's flapping! It's flapping! 毋过夏绿蒂8年来毋捌甲港的同类接触，敢若伫去年7月，捌甲2只白斑德鲨放降水缸，敢讲说伊甲航仔鱼有爱的后代。 We had a thought because we saw evidence of bite marks on Charlotte that could be a possibility
but we are almost certain that it's parthenic process. 袂少科学家表示，鲨鱼甲航仔鱼基因应该是袂相同，无可能生下一代，研判应该是无性生团，因为较早原来有鲨鱼甲蓝蛇这类动物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水族馆方面按算伫航仔鱼囝出世了后检验伊的 DNA， 到时阵答案就会知影。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饭碗方便炸方便食，对欧美国家的人来讲嘛算真有特色。一款对咱来讲真时尚的料理，伫咧日本较出名的饭碗店，即阵竟然是爱排队排8点钟才袂有。甲饭煮好熟，用手切切的摆伫盘底，才会看到真古水、阁真开胃的日本饭圆，是日本真接看真时尚的料理。真少日本人无食过饭圆。やっぱり皆さんそれぞれの国にその手料理があって、その土地のそのソウルフードがあって、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その手作りの食べ物、お母さんが作ってくれた食べ物で、そういうその、ハンドメイドの料理にはすごくそのパワーが宿っている。日本饭圆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唔但真简单做，走出门嘛真方便。用过武士上战场卖炸饭圆。最近这几年因为疫情，跑转去食的需求增加，这出料理真做真侪人的选择。おにぎりは、私たちが若い頃はお家で作るものです。おにぎりは。今はおにぎりは買って食べる、食べに来る、そういう時代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しょうね。东京这间已经开超过半世纪的饭圆专卖店表示，过去无论是中昼顿或者是暗顿的时段，拢无啥人会买饭圆。即马只要食饭的时间一个到，排队就会排甲落长，甚至有人愿意排咧排8点钟，都是为着要买饭圆。现此时饭圆变甲真时行，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伊充满日本的特色，介绍俗、健康、口味各多变化，真侪外国人拢真介意。2019年，美基林之南东京上古早的饭圆店宿立都排伫内底。寿司以上に可能性があると思ってます。やっぱり寿司は酢飯で海鮮っていう一応縛り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おにぎりは例えばじゃあビーガンの方が食べれるおにぎり、ハラルの方が食べれるおにぎり、いろんな世界のカルチャーにフィットするので。My introduction to this was in Japan, so I was just so happy that I can get it here because it's a great, light, healthy snack on the go. No regrets after you eat one of these. 最近这几年已经有日本饭圆专卖店，去到美国纽约也有法国巴黎开分店。这项以饭为主的料理，嘛豆豆咧变化。伊若是朴实的在地料理，嘛是韩国籍日本代表性的美食之一。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